咱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，丰德老人基金会就发布未来共好报告书，呼吁社会要爱重视健康、高龄诈骗、甲年岁歧视等6大议题。嘛，按算讲会甲民间企业合作开课办活动，互咱的社会环境对社会人来讲哪来哪友善。 台湾自2025年开始进入超高龄社会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2024年中高龄和高龄就业人数有510万多人，比10年前增加80万多人。这嘛代表生活上工课场的高龄议题愈来愈重要。 长期关注老人议题的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，今年创立30周年，因发布未来共好报告书，针对健康议题、高龄诈骗和年岁歧视等6大议题，基金会和民间企业合作，希望呼吁社会重视。你也是食品业，你安怎做出可能适合老人家吞咽上面或咀嚼上面会需要的食品？啊，你也是金融业哦，你安怎我们一起来关心，以安怎袂去用诈骗？所以我是感觉各行各业。 伊拢会用个对这个题目开始关心。根据基金会的调查，有超过8成的时段认为家己3顿食甲真营养，不过是正常敢若6趴的时段有符合国健署建议的营养标准。基金会和食品业者要合作，伫咧全国办18场营养检习班，让时段还有正确了解安怎食较健康。健康的身体上最重要就是讲你要食健康，那食健康就是要让老人家怎样讲，你们安怎吃，那所以我们就会请营养师来一起教他们营养素的东西。另外，基金会嘛指出，根据外国医疗库 BNC 和可靠的研究，有关时段内容和话题，负面的描写比正向的加出10倍。基金会希望未来透过台湾的数据调查来呼吁媒体做出改变。 感觉上，长辈出现的字就是夕阳黄昏凋零，好像出现了长者，他就会跟高龄化社会它就会带来的问题，可其实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要探讨的议题，它并不是一个问题。每一个人都会变老，身躯边嘛可能有需要照顾的时段。丰德老人福利基金会希望透过无共款的活动甲合作计划，让民众对时段的需求有愈深的了解，做伙打拼，让台湾成做高龄友善的社会。记者卢尚如、林晓凯台北报道。